電線桿登陸體驗是淡市安南區樂里社區每一檔在4月底所舉辦的代表性文書活動，主要就是要重現1661年電線桿率軍對樂里門登陸，趕走荷蘭人的歷史場景。今年活動已經邁入第15檔，主題叫做成功在望。20號社區為了宣傳，大家換上古裝，其中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副處長總辦元帥，安南區長總辦副將，客家扶輪社社長總辦先參軍，其他學生總辦則是高官出巡負責安全的衛士，邀請大家4月26日共同來體驗。對於這個歷史在社區的一個環境跟我們這邊的一個社區居民的一個融入有很大的一個啟示。那我們也期待說這樣子的活動都能夠讓大家能夠參與到，也更加的認識我們這個鄭成功登陸的這樣的一個歷史的一個意義。由一個社區的力量能夠持續每年辦理這樣子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體驗活動，確實令人敬佩。那今年的主題成功在望，就在4月26號，我們的鹿耳門西正門公前歡迎大家能夠一起來參與。今年活動樂里社區特別製作機礦泉水作為參加紀念品，和電線桿登陸體驗更有時代意義。我們要一起去踏行1661年4月30號鄭成功登陸北上圍島的第一步，就是現在在顯公國小顯公2街的好望角公園那邊去看鄭成功登陸的第一班，這樣尋根溯源，才能夠真正的教育到我們的後代子弟，還有我們的鄉親。該活動都要有南台、昆山等大專院校學生參與，主辦單位嘛提供40個原額，和民眾報名。第4月23雜誌，資訊專線0628422696。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